今日帶咗位靚女出嚟食 lunch， 你知啦，搵個藉口帶人上樓，但唔好亂諗。我哋係想去 Manhattan 一間喺金融區樓頂嘅靚餐廳。呢間餐廳最大賣點，成個3條位無遮無掩咁擺喺你面前，靚到呢，連我呢啲土佬都想講句話。咁靚嘅景，梗係要配翻杯靚酒啦。第一道菜係生蠔，配埋冰凍番茄同山葵，夠晒凍，夠晒鮮，入晒味。之後到牛肉塔塔，配上炸香嘅新 chip。不過我哋仲另外叫咗紫薯片。講真，個牛肉塔塔勁滑，好似戀愛初期咁冇骨咁流。靚女嗰邊叫咗和牛扒，佢雖然冇 fit 我，不過都分咗件俾我。講句公道說話，勁嫩，勁油香，入口即溶。我食完都想唱首歌感謝佢。我自己叫咗海鱸魚，用蜆湯同榛子煮，個皮煎得香脆得嚟唔會乾，個湯又清又香，有啲 nutty 味。今日真係飲到飄下飄下咁。甜品嚟咗，一個係橄欖油蛋糕配士多啤梨醬，另一個係朱古力撻。橄欖油蛋糕唔會太甜，有啲微鹹，好特別。朱古力撻就濃到爆，食到尾梗係要埋單啦。老婆成日教我帶女仔出街，男人梗係要俾錢啦。我聽你講，用咗我師傅張 credit card， 佢應該唔會嬲我啩。如果你有意外傷害你，一定要揾余律師啊。